受到这个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部分的所在也是会落大这个大阵的雨，沿海的风影也是真大。都惊游客来看海影会发生着危险，海巡人员一透早嘛到南湾的岸边去巡查。早起10点，这个东港往回琉球的船班也是照开，无受到风雨影响，人潮也是真多。有真侪游客就讲吼，这个船票拢订好啊，无咧惊风台啦，也是照行程来出发。海边有红色线、插红旗啊，垦丁的南湾沿海风影真大，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屏东透早一直落雨，一阵一阵，风台足紧就来啊！加上目前是暑假，足侪游客拢安排来垦丁耍，原本的行程拢去拍乱。我反正无法度啊，都是算着无法度啊。所以带囡仔要移领，今日就袂当移领。就惊讲游客来看海伤过危险，海巡人员不时就到海边来劝导。其实进前一天，垦丁的下晡落大雨，但是伊暗时雨就停啊。垦丁的街仔顶悬人客人，客人就一陆续出来，就蛮多客人的，对。所以比较庆幸说晚上没有刮风下雨，对不对？对。头家紧甲员工叫倒来顾单啊，游客嘛赶紧出来耍，家己是无耍到，拢总甲报倒来。但是买当发现讲，若是卖物件的人，买物件的人拢无挂嘴暗。他们有没有担心说晚上连垦丁大街都没有逛？因为台风来嘛，所以大家可以出来这边溜达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所以还比较开心啊，至少没有白来一趟。对。咱来看东流线这边，透早对东港开往琉球的船班嘛是照开，无受到影响，人嘛真多。台风天也是要过去吗？对，因为都订好啦。但是嘛是甲你提醒一下，屏东今仔规工都有可能落雨，出门爱记得早雨伞和雨伞，上好是莫去海边活动，才袂有危险。